属你公良本。相传古早时代有一间轰动武林、惊动万教的餐厅，叫做乌玫瑰西餐厅。这间餐厅有一个非常够做生意的头家娘，叫做文峰。文峰的餐厅有3位水敢若天仙、敢若乌玫瑰般的舞者，伫咧表演吸金。只要是查甫人，拢会互伊美甲兴存。有一日叫阿财，因为翕电影赔了真侪钱。来找文峰啊，救救！这个头家娘是要安怎如何咧？咱继续甲看落去。放袂记，做会放袂记，心内的可爱迄个人。若想要相送，踮海边看着海洋，我来去海边的水机，放老的阿卡的小船，不知是为着啥代志，会互我流落厝泪，会互我流落厝泪，流厝泪。会互我。就他妈的！我今晚是安怎啊？好啦，我那是，哟，你确定是要参加个别生哦？安怎？啊，无你包甲呢？这卡开咧，内底两粒给我摕出来。好啦，哪一个？嗨！我甲你讲过几遍啊？咱哦跳舞都要用腰、用尻川。无用。我知你无用，你尻川咧，伫遮有你毋得摕出来用，我是老咧做嫁妆哦。好啦，尤其我来啊！哦，安在啊？安在你讲？你安尼讲，安尼安怎？无你摕出来啊？你摕出来啊？练功啦。真正，我是要讲几遍啦？哈，唱歌都要下感情，咱人客听着，起码是毋才会不灵验，因若欢喜，因若送钱，毋才会摕出来，毋才会甲恁教调调，啊无咧。好啦，真正咧好歌咯，一百收用哦。哎呦哦，哇，吼，无几年尔，这间乌玫瑰西餐厅，哇，变甲这尔气派，这尔豪华呢哦。阿仔，这三个是迄个文下十姊妹啊。歹势，阮三个人尔啦，你对我叫出来啊！真正是吼，死性毋改啦，敢真正是你啊？当然嘛是我，无毋对。文峰，my phone， 你遮久无转来啊？你你讲这么对我也袂爽，无要紧。你有想我无啦？你先等一下，来，嘿，看好详细。哦， Music。放袂去，怎会放袂去？心内的苦恨，迄个人，穿一领我白衬衫，糟蹋我美丽纯情。我时常孤单去海边，想着伊无情醉去，哪有缘搁再相逢时？要予你幸福如是，来，你怎样甲过来？你家己讲看卖，敢有啥物爱交代？你原来给我扒落，my phone， 文峰啊，你敢知我为着你？哈，电影嘛较水，嘛水袂过你啊！你原谅我好唔好？好唔好？你等下要创啥？当年你捌讲过，你讲全世界的金银财宝，
拢不如一个为德才好。这句话还佫有准算无？在。哎，你上，在你啊对，你是你咧创啥啦？你是创，你在要创啥啦？我来要创，你家己写的。我去玻璃路隔壁的歌厅啉咖啡，莫甲阿华讲，若是我无转来，就来甲我求。你当我青梅哦？这个就是你讲的迄个大编剧丹那静华哦。你当初时就是为着伊离开我去拍电影。对在啊，对在，以上啊，伊就是文宏子啊。你是讲台湾电影黑玫瑰，文峰，这我过去。你四大块啊！你没唱，不是这个面的个，这个袂贵啊，过来，你这个点过来的哦。我过来就唱。咱的资金拢开了了啊！吼，我袂用阁卖厝啊啦。我知影，咱无钱，你嘛欠钱，啊，不过嘛无需要找伊啊。不是安尼，啊！哎呦喂啊！你拢唔知啊？你即摆的剧本真是吼卖无钱呢，就算拍出来嘛是无人要看，对无？伊会来找我是因为知我内行，我甲你讲，从今日开始，你就 shut up。好，接下来教你。亲像你这种干那样康苏梦想，啥物代志拢做袂好，搁袂晓趁钱的人，你这叫做火烧山连累狗。狗一定要比我。还佫有第二句俗语，请看。哎，你这知啊，你上，你知啊，你是在创啊啦你？在创啥？你哪来的？我哪会来哦？你写的哦，我去玻璃路隔壁的歌厅啉咖啡，莫甲阿华讲。若是我无转来，就来甲我求嘿。看到鬼对我写，我以为了歹哦。我睇你写一个知啊，你才就讲我迄什么个才写的嘛。等呢，伊就是你讲的迄个大编剧丹那静华。你当初是就是为着伊离开我去拍电影。知啊，意向。疫苗可丽啊，不是，伊就是文宏子啊啦。你是讲台湾电影黑玫瑰，文峰？叫我过去，快！我甲你讲啦安，怎啦？文琪啊，咱这迄个阿华，我咱钱开，咱资金拢无啊嘛。我知影咱无钱，啊毋过嘛无需要找伊。哈？你的剧本即马吼是无人要出钱，就算拍出来嘛卖无钱。伊会来找我是因为知我内行。从今日开始，你 shut up。我接下来教你。亲像你种啊，干那样康苏梦想，袂晓做代志，佮贪无钱的人，这就叫做戆狗搬石头。哎，讲搞先啊，比着我就比着搞，不爽。较注意，除啊，这位演技派红星，这位照相的影后，伊讲两句俗语，赞成多的真叫做火烧山连累狗，请举手。4票，四狗3票，你无，我两个。你解说者。火烧山连累狗，你讲伊走投无路嘛，所以来找伊嘛。伊家己伊家己咧了钱啊，对无？了钱无钱，搁来找我，啊，毋是拖累我。啊，你这边火烧山，你连累，我毋是狗，你毋过连累了狗。我感觉应该是这句。戆狗搬石头举手，就恁无的来先啊。是安尼讲哦。戆狗搬石头，你戆狗啊，你就咧欠钱啊嘛。你需要钱，你哪会去搬石头？你是戆啊？对不对？这种解说听起来足奇怪。伊意思是不是搬石头会种着家己骹，会去用着家己的骹？所以你当做伊来找文峰，文峰是石头的意思。对啦，对啦。伊来找文峰是用对的吗？正确的答案是什么？来，老师有请。这头有一句话吼，这嘛是足多人讲台语定犯的错误啦，赔了真侪钱，
迄了拢是受华语影响啦。其实咱有讲赔足真侪钱着，迄了是加，就亲像囡仔讲加了10分。加应该是加10分就好啊，是啊加了10分。要讲要一字去背，还是要了，拢嘿，对啊，所以了是变受华语的影响啦。哦，啊，另外这两句就是第一句就是讲火烧山连累搞这是啊，就亲像文宏子啊受到阿财的连累，阿财受啥的连累？受单啊正化的连累，所以拢是啊啦。人讲吼，人交拢是关公老毕，啊，你交拢是拿刀得刺，拢交一寡歹朋友啦。哦，所以变做互人连累着啦。啊，另外就是讲戇猴搬石头，讲啊歹听，猴碰过你上知影，猴在树顶，要食果子，也要佚佗，拢伊啊要困困咧树顶，啊树顶吼，啊若喙焦去溪仔啉水安尼就好啊。伊的生活当中根本就无需要去搬石头，所以是食饱伤闲，甲家己找麻烦。所以若根据这戏剧内底所演的内容，应该是火烧山连累猴。拢去受到连累啊！受到连累，所以今日了解这两句意思啦。了解。是的，来拍破鼓励，谢谢。